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8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出埃及记第2章11节到15节。罗马书第11章33节到3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颂赞上帝。英文 doxology 在礼拜的程序当中经常的出现，是我们所熟悉的颂荣，也就是说赞美上帝的意思。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要凡事感恩，凡事赞美，如同约瑟他的生命态度一样。他不被生命的苦难所捆绑，他反而在苦难的当中看见了上帝的作为，并且他愿意顺服接纳上帝所为他安排的事情，如同他2次对他的哥哥所说的话。按照他所说的话来看，他等于是在赞美感谢上帝的安排。圣经记载说，约瑟请他们上前，他们就走近他。他说，我就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约瑟，但是你们不要为这件事情焦急自责。上帝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，亲自差我先到这里来。这地方饥荒已经到现在已经2年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，也不会有收成。我要保存你们和你们的后代。上帝差我先到这里来，用这方法来解救你们。这样看来，差我来的是上帝，不是你们。他使我成为王最高的官员，做埃及的首相，治理全国。这是创世纪45章第4节到第8节的经文所记载的。约瑟说，差我来的是上帝，上帝差我先到这里来，用这个方法来解救你们。这样的心存感谢的言语呢，这个感谢其实在原文是与赞美同一个字根，所以这样的人才能够继续的领受上帝的恩福，因为他能够看见上帝的恩福，不会因为埋怨而被遮蔽了眼目。摩西虽然他是被法老王的女儿所救，并且从小在王宫里面成长，但是就如同那2位接生婆一样，他们所看重的不是王宫里面的福分，而是领受了上帝呼召的那种赐福。他们都宁可得罪法老王，以生命来领受他们的呼召。摩西的自我认同在此时此刻是非常清楚的，因为圣经这样记载说，摩西长大了，常常出去探望希伯来的同胞。他看见他们被迫服苦役。有一次，他看见一个凶埃及人杀了一个希伯来的同胞，身为王子的他，反而以受统治者以色列人为兄弟，并没有因为他自己的地位比较高然后就来压迫以色列人。如同他的先祖约瑟一样，
他所看重的是兄弟之情，而不是那种地位，也不是财富，也不是法老所赋予的权柄。他所看重的是兄弟之情，不是地位，不是财富。看重兄弟之情，是不但没有那个欺压自己的兄弟，而且接纳他们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很可惜的看到，摩西时代希伯来人自己却不是看重兄弟之情的，他们不但欺压自己的兄弟，更是排斥摩西那一位埃及王子。反观，我们看到约瑟和哥哥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太一样，但也有跟摩西相同之处。约瑟因为哥哥们的嫉妒而被哥哥们出卖，然后就离开了故乡，被带到了埃及。但是这样却做了上帝拯救计划的预备。而摩西他也是被出卖的。圣经的记载这样说：摩西左右观看，以为没有人注意，就下手杀了那埃及人，把尸首埋在沙里。第二天，摩西又到那里去，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，就对那个理亏的说：你为什么欺负自己的同胞呢？那人回答：谁派你来做我们的首领，做我们的法官？你杀了那个埃及人，也要杀我吗？摩西一听见这话，心里就害怕，想说：大家一定都知道我所做的事了。因此他就逃亡离开埃及，为了躲避法老王的追杀。后来到了米甸的旷野，圣经这样记载：国王听到了这事，要杀摩西，摩西就逃往米甸去，住在那里了。约瑟和摩西的方向跟方法是不同的，但另一方面也是非常的类似。我们在经文的记载当中，不曾看到逃到米甸去的摩西遇见需要逃亡这件事情呢，来埋怨。他反而积极的学习敬拜上帝，并且能够在山上遇见了上帝。摩西后来因为遇见上帝而有机会领受上帝的呼召，如同约瑟所说的，这是上帝的安排，来成为上帝的仆人，为要拯救他的弟兄们来脱离凶恶。这一位真神真是值得赞美啊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，遇到什么样的困境，基督徒的我们都必须要能够归荣耀给上帝，赞美他，来向上献上感恩。保罗告诉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说道：上帝的恩典多么丰富啊，他的智慧和知识多么的深奥，谁能解释他的决断？谁能探测他的道路？正像圣经所说，谁知道主的心意？谁能够替他出主意？谁给过他什么，使他不得不偿还？因为万物都出自于他，借着他，归于他。愿荣耀归于上帝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上帝的智慧和知识真的是那么的深奥，
我们无法测度，无法了解，但是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，如同约瑟的生命经历。上帝让他经历了苦难来完成他拯救的计划。摩西也是啊，上帝透过希伯来人的出卖，让他必须要逃离埃及，到了米甸的旷野，为的是学习认识上帝，学习敬拜上帝，学习服侍上帝，来领受呼召，完成上帝拯救以色列更大的计划。奇妙的上帝值得我们赞美，并归荣光给他。诗篇第8篇，上主，我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，颂赞你的声音上达诸天。婴儿和幼童一起歌唱，你建造巩固的堡垒，防备敌人。你阻止仇敌对你的攻击，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。观看你陈设月亮星辰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。人必朽坏的人算什么？你竟关心他。然而你造他仅次于自己，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，你让他管理所有被造物，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，牛、羊、荒野的走兽，空中的飞鸟，江河的鱼类，海洋的生物都归他管辖。上主，我们的上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。求主帮助我们以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生命，即便是我们在艰苦的困难当中，仍然可以学习感谢、赞美生命，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中时时刻刻的归荣耀给上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